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有可能是长期照顾的压力伤过重，台南一名50多岁后生，甲中方的老母都市，家己要行底路，却被警方抓到。树林地方法院进前的审判长蔡明宏，和两位当事指控性骚扰，树林地检署今甲伊提起公诉，又听解法院审理。10月底发生免信用卡就挺好分期的大学生受诈骗案件，嫌还款上千万，台中地检署甲3名被告起诉，望法院改判大刑。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一条这中照的悲剧。台南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长期以来拢伫咧照顾中风倒伫眠床的妈妈，有可能是袂堪的照顾的压力，惊透早甲老母亲拄骨落倒了后，人走去外口避。这位老妇人呢，送到病院了后，犹原救无回来，就被警方伫咧公布找到这个想要行底路的后生，也先甲人抓去病院治疗。监察人员去命案现场采证，79岁死亡的妇人胸坎有真侪空喙，太人的嫌犯那像是50几岁的后生，辛苦的查甫人。弟弟照顾他，照顾的可能压力太大，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家属讲，这个辛苦的查甫人无咧食头路，伊若母中风专心咧甲顾，哪像袂堪你长期照顾的压力，太人了后就逃走。警方伫规前区一个木仔埔发现这个嫌犯，不过伊想要自杀，交代报了后有甲送病院。初步调查这件案件，在警政妇幼案件管理系统以及保护资讯系统都没有通报记录。社会局在第一时间已请社工与家属取得联系，陪伴在旁边。那视其家属的需要，我们会提供关于司法、心理咨商，甚至是丧葬部分的协助。警方讲，这个查甫人并无涉嫌攻击胎通报的记录。社会局讲，死者是新疆人士，无属于高风险列管的家庭，不过有定期关怀，嘛有使用过长照2.0的服务。不过8月份开始有请外籍看护了后，无符合资格就停用啊。这个很正向的人，他有一些唉声叹气或是负向的言语开始增加，睡眠状况或饮食状况跟平常的状况开始有一些改变，只注意到被照顾者家属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就会提醒。社福团体讲，长照家庭内底主要的照顾者，现在是上较有责任感的。面对亲人失能或者是失智照顾的压力，现在对家己的要求真悬，嘛致使身心的影响。建议受照顾的人有机会尽量参与社会活动，互双方拢有休喘的时间。也让其他的亲人嘛尽量注意甲关心，才当避免悲剧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树林地方法院进前的审判长蔡明宏逼出性骚扰事件，涉嫌用食饭做理由，甲查某法官、书记官约出来，搁伫车顶甲因乱摸乱说。这2名受害者提告了后，树林地检署今仔依照涉嫌犯强制威胁罪嫌，甲伊提起公诉。目前案件由听解法院审理。八只罪法院发言人镜头前清楚说明，树林地院法官蔡明宏逼出性骚扰风波，被指控对女部下甲同事卡来手来，2名被害人提告了后，树林地检署13以涉犯强制侵犯他人性自由的罪嫌来起诉，并且将当来量刑。蔡姓被告犯罪后仍誓词狡辩，毫无悔意，且知法犯法，利用权势满足一己私欲，漠视女性人格尊严，任其恶性重大。检方查出蔡明宏2摆下手拢是经用面山附近涉嫌用食饭做借口，硬是甲人带上车。1摆伫10多年前审检行政庭长时，讲要感谢书记官代理这部辛苦，车开到半路停伫路边，将某人胸坎遮的身体罪所在，去年做审判长的伊搁安尼做，要出少年的女法官对伊卡来手来。本院尊重士林地检署的职权。那另外，蔡法官的行政责任部分，现已经由司法院命令停止。
蔡明宏讲，绝对无成疏了这件代志，也毋过所属法院回应尊重检方决定，以即阵互停职，由职务法庭来审理，也是伫新竹地院法官吴正富涉嫌成疏了互代歇。顶届法院判免除法官的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了后，司法史上第2位被认定成立成疏了的审判长。很担心的是说，这个司法环境里头是不是足够友善到被害人在遭受权势性骚扰的时候，有办法够友善的去提出申诉。国内掀起MeToo运动了后，才有人伫法官论坛来表示蔡明宏涉嫌成疏了，更加有被害人案发10多年才提告。民间司改会认为，司法机关必须要检视申诉机制是不是完善，让受害人提出申诉了后，会使无顾虑以外，也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早去中国发展真侪年的台湾网络作家罗心，去年传出失踪。最近有风声讲，是因为伊伫咧中国出版禁册，互公安抓起来判刑12年。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今仔日证实讲，确实是有这件案件。咱的海基会也表示，家属已经有提出救助啊。最近这几年来，一直有风声讲，有台湾人去中国旅游或者是做生意的时阵，向去互关起来。即马佫传出搬去中国大，台湾成人小说的作家罗心，因为私底下出版禁册趁钱，被判12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证实，罗心因为犯罪被抓起来。有关被告涉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相关案件呢，正在依法办理当中。家属上周确实与海基会联系，配合家属诉求，并为保障当事人权益，以循两岸两会既有的管道，促请陆方协助。罗心本名廖明安，去中国发展已经真侪年啊，伫广东珠海定居。人讲伊是中国现反武侠革命运动发起者，伊伫中国经营已经真侪年的网站阿米巴星球，去年9月开始就无看到过看。伊本人的微博嘛超过1年无更新。今年2月，中国公安部网安局发文指出，有查到一个号做豪道小说的 App， 内底违规咧卖用现反小说的外衫，是这传播色情的小说，甲廖某人等主要的负责人抓起来。其实中国2019年开始，就以净化文化市场特殊为理由，加强思想的监管、甲内容的审查，也规定网络小说袂当描写女性颔棍以下的部位。很难去拿捏说，在中国有哪一些黄线、红线必须要去遵守哈。我们可能认知到说这只是一个这个文艺的小说，但实际上在中共容易认定说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社会稳定，有违习近平所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相关的一些精神文明的一些发展。学者指出，中共当局最近对娱乐、出版、甲文艺等等的行业一直加强控制力头。不过，管制标准互人杀无涨，嘛互相关的业者面临的风险大加悬。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0月底，有古罗经大学的学生呢，拢发现讲这免信用卡着挺好分期的诈骗案件，超过上100名学生受害，诈骗金额也超过上千万。大量地检署今宣布侦查终结，甲这3名被告依照加重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也请法院就要判重刑。学生团体也呼吁教育部和学校就要出面来协助学生处理这法务问题，也有讨赔偿。检警甲诈欺的主嫌甲下卡的人抓到，10月底逼出的上100名大学生和无卡分期诈骗案件，总计有16间大学113人受害，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块。台中地检署13宣布终结，甲4名的被告这3人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加重诈欺罪罪嫌来提起公诉。请法院从重量刑，申请宣告没收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共计新台币974万余元，及林姓被告之单独犯罪所得273万余元。看榜写免卡分期，点头讲申办无卡分期买手机这显示的产品，用现赚5000，也使卖这产品分红，用鸟鼠会模式介绍人入来，互卖少学生签下5万到10万块的分期契约。结果商品无摕到，也互营资公司讨债，就嫌犯方抓起来做到起诉。校联会呼吁教育部甲各校继续协助学生赔偿的代志。比较大的团体的官司啦，希望说教育部或学校这边有一个跨校的平台去统整各间学校出现的状况，协助大家去整理这些案情，然后再去统一的去做相关的官司的过程。检察官已经扣得被告的财产约有1200多万，被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请法院依照所扣得的财产来赔偿这些被害人的损失。律师分析，由检方因家被告财产扣起来，学生家钱讨回的机会较悬。教育部也讲，已经请各大专校院对个案追踪协助，并且加强反诈骗的教育宣导。记者综合报道。交通违规新制度今年6月开始施行，开放民众检举违规。所有职业驾驶一直违规放检举，一年累积12点就要放吊扣驾照。今仔日计程车司机呢，就去开刀，还有高雄请愿抗议，因是主张讲这交通新制违反宪法所保障的人民工作权，还有政府停止违法的行为。车百台计程车的司机13下晡去总统府头前开达吉兰大道，呼吁政府重视职业驾驶的工作权甲生活。因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制，今年6月份上路，交通违规除了要罚款，还有可能违规放记点，一年累积12点，都要去放吊扣驾照2个月，根本是让职业驾驶面临无头路，嘛违反宪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权。闭门造车，充满瑕疵的仓促修法，造成职业驾驶人民面临吊扣、吊销驾照、无法工作谋生的困境，是否为违法违宪的修法？另外，新制还佫增加开放民众检举违规，造成检举的数量大大增加，互职业驾驶是害惨。让过路人的条款嘛变作是行车地狱。早起有50台计程车去高雄美术馆设市区定情。车子已经到那边了，他人冲出来，我怎么刹车？刹车自己吗？我刹车，我人不就飞出去？你们这个交通法规根本就是乱搞。交通部长王国才讲，配套还未完成进程，互人可以上落车，再回落回，隶属违规临时停车的暂时未记点，不过要是要罚钱。我们也设了一个，希望在明年6月以前，希望各个地方政府赶快把环境做好，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这个免记点。根据公路局的统计，新制实施到12月70为止，拢总有85万人因为违规放记点，另外有944个人因为累计达到12点。去互通知吊扣驾照。王国才强调讲，记点的制度是为着避免累犯，互认为了钱无代，有的人可能无满意。不过守规矩，交通的安全也是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大巨蛋启用了后，这运动比赛门票拢卖了，也互这票贩有机会软空芳。台北市警方到达已经查到117件卖黄牛票情形，不过这部分的票会当用文创法，也若体育比赛，敢若会当用社会法来处理。针对着票贩各地头的法院，已经有3件裁定，其中1件开罚。不过上山分局进前也抓到1个，但是台中地方法院裁定无要甲罚。一场看球赛球迷热情欢呼，大巨蛋开幕迎接赛事开始。刚结束的亚锦赛门票一票难求，不过台北市警方迄时阵就发现有黄牛。远景网络巡逻有人反背卖票，大汉大节门票惊是买人联络。2场原价1000字，开2500才将票卖到手，顺线聊到卖人。照社会法上班，只是案件进入法院，法官裁定无要罚。查获单位是采用这个网络上的诱捕购买，那在法律上来讲，这个诱捕购买并没有真正要购买这个票的争议，两者之间没办法成立所谓的购买这个黄牛票计税的行为。黄牛卖票无要罚，法官指出，现在了人有卖行为，不过警方依伫办案，用引诱的方式要当场涨掉，并无真正买票意愿。应该看作是被告行为属于未遂程度，按照社会法，无处罚未遂犯。查到黄牛上山分局表示尊重，无要提控告。在修法前，警方将持续依社会法加强查缉，查缉后移送检疫庭裁处，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18000元以下之罚款。大巨蛋开放半个月，台北市查到运动比赛黄牛有117件，119人。不过，这种违法仅能用社会法来处理。除非黄牛票牵涉演唱会者的基本表现，今年修法上路的文创法才能适用，仍可能面临刑责。不过新法无纳入运动比赛，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刚才通过立院草审，目前只可行政处分，恐惊无法度阻止体育比赛黄牛乱象。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北市一款厝尾顶搭铁厝违规的数量上过济，而且较高发生这火灾风险也较悬。台北市建管处这几年呢，要求这款搭铁厝违建的，就要装自警器，若准唔到，就要先去查报拆除。今年到11月底呢，已经辅导830件厝尾顶违建的这个案例，也甲因安这自警器咯。台北除了4家拢是大楼，厝顶加起违建，会使讲是4家拢看会到。根据市府的统计，目前伫管制案的厝顶违建就有72000件，这嘛表示有火灾的风险。尤其这基准违建，大多数拢使用超过30档，电力管线定定拢较旧，发生火灾的风险提悬。对这台北市建管处最近几年是要求厝顶的基准违建必须要加装自警器，若民众无配合，会强烈执行优先查报拆除。顶楼加盖好像本来就不太合法吧，所以就至少市政府这个做法会对民众的生命安全会有点保障。我们还是会疏导他去改善，他如果愿意去改善安装助理器，我们才会准予结案，不然就会优先来处理。建管处讲，厝顶加起的基准违建加装自警器，今年到11月底已经处理830件。建管处加动式去统整厝顶加起的名单，通报给消防局，消防人员提通知单，去甲住户讲要加装自警器，而且要翕相回报才准算。自警器只要感测到浓烟，就会发出真尖的警报声，会当装伫客厅房间。台北市消防局讲，厝顶加起的部分，因为在日较会导火烧，较会发生火灾。然后自警器就会当增加住户逃生应变的时间。铁皮屋或者是用木造隔间之类的，那像这些材质，因为它都有这个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不燃的性质比较不一样，那发生火灾的时候，它其实我们的反应时间会更短。不过建管处讲，加装自警器是干那针对基准违建，新的违建是无适用，共款按照规定查报拆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西门町有一栋市电古迹西门红楼，到今已经有115年历史咯。红楼因过捌做过市场戏院，也捌放电影过，即马变做是文创基地。咱也做伙来看这西门红楼的历史演变。舞台剧演出西门红楼的历史。西门红楼是1908年起的，原底是新起嘅市场。落尾国民政府来台改名做红楼剧场，包括京戏、放过电影。1997年才做市电古迹。2000年时嘛拄过火灾，现总时有115年历史的西门红楼已经转型做文创发展中心。所以我们明年要建成140年，那红楼呢115年，所以事实上。那它就位在我们的这个老城的西区啊，所以当然就见证了我们台北市在政治啦、文化啦、经济啦各方面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为了庆祝西门红楼115岁，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有规划侪活动，亲像展览、街区行踏、工作坊等等。让大家认识西门红楼这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西门町的一个记忆地图做一个呈现，那民众来到这边就可以通过这些记忆地图，通过味觉、通过视觉、通过互动体验来认识西门町这115年，然后特别是红楼在这个地方承担的所谓的它的历史的一个地位跟服务，有一种文化韧性的这种一个体现在这个西门红楼这座古迹建筑里面。那我们跟商圈、跟社区，还有整个台北市的文化观光是息息相关的。西门红楼捌因为电视开始流行，渐渐稀微，嘛捌因为大火烧掉历史卡只。踮伫观光区的红楼，前几年也因为 COVID-19 疫情，无人来行搭。115年以来，西门红楼行过侪困难，现主是台北市西区重要的文化指标。古建筑徛伫繁华的西门町，互各地人通继续看见老台北的模样。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后礼拜5就是冬节，这冬节就爱食圆啊。不过，伫咧台南一寡所在却是食菜粿哦。伫台南嘉义的营顶社区关怀据点，因烦恼在地文化消失去，伊就请老师教这时段呢做伙来做这菜粿。关怀据点的理事长也讲，摕菜粿来制作的文化有上百年历史，咱做伙来看。先甲猪米皮、银乌饼，再放入煲仔内底包压，参市面上看到的菜粿真无共。
但部分地区每若冬节要到的时，家家户户拢会包菜粿来制作。不过近来晓做的人愈来愈少，为了传承这项有上百年历史的文化，永定社区关怀据点请老师来教社区时代，甲在地好滋味保留落来。就说这老辈就教我啦。我就说做到这阵啦，对啦，就爱拜安尼啦。做菜粿吼，原来有伊的意义存在。第一制作吼当这口就是要过年是添水吼保平安吼大发财。拄炊好的菜粿有黄色甲橘色，社区用金粿番薯在地食材落去做，详细看外形佮参元宝留啊烧香，所以每若冬节因拢会传来要拜祖先，这嘛诚做只节庆限定的点心。有经验的时代咧包卡酒真美，毋过有时嘛会叮打去。记得老师讲，若皮有破去，一定爱补好势，无破角才代表原本。破去就是爱补，用粿册搁落去补，所以人讲的补粿较有加火。时代讲，冬节食菜粿，甜甜咸咸，真调味。这个拢总包800粒，卖分送去予甲弱势长辈，互因做伙感受过节的气氛。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第3届去到美国华府访问，伊也去到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希望国会通过增加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案，而且和美国总统拜登做伙举行记者会。本地进前，拜登的言论是讲，无论战争拍偌久，拢会支持。不过即马煞变做是会当支持偌久就偌久。外界也质疑讲，这态度有可能已经转变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第3摆到美国华府访问，展开真积极的游说行程，伊到北京甲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拜登进前是强调，会大力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无论会用偌久的时间。不过这摆拜登伫记者会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用偌久是偌久。这句话被改头，美国伫支持乌克兰顶面的态度可能有所改变。We'll continue to supply Ukraine with critical weapons and equipment as long as we can, including $200 million I just approved today in a critical needed equipment, addition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rtillery, and ammunition. 乌克兰战事陷入困境，甲去年泽伦斯基真成功访问美国，并且得到美国500亿美金援助案件台务比较。泽伦斯基这摆行程更加显得级别，伊到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共和党甲民主党的领袖，恳请国会通过增加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案件。众议院议长强森虽然甲泽伦斯基会面，也过无公开翕相，也是影像，显示共和党对着军事援助案件立场并无改变。Fighting for freedom, we stand firm. No matter what Putin tries, he hasn't won any victories. Thanks to Ukraine's success in defens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are safe from the Russian aggression. 根据北京11日情报，乌克兰最近伫阿夫迪夫卡甲辛帕夫里夫卡的战斗中，互俄罗斯损失惨重，造成13000人伤亡，也有损失220多台的战车。也那俄罗斯是认为，即个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用尽，度过这当天的军事攻击，俄罗斯最后也是会得到胜利优势。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伫北海道函馆市的海岸边，进前有规大堆的温仔鱼尸体，这款尸体臭味也影响到民众生活，数量有到600栋遐济，要清就要清半个月以上。这件事件也有人去想到讲，敢是这福岛排放核废水所引起的？日本水产厅是出面驳回，不过今仔日早起呢，伫咧抛斥鱼港边，共款有规堆细尾鱼啊，互冲到海岸，初步估计有30-40栋遐济。大量温仔鱼等等鱼类的尸体对海影红冲起伫岸边，对无人机对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出鱼群的尸体，甲几批海山波动砍掉的，看起来真惊人。这是北海道的南平，面对长庆海峡的函馆市边顶，初七早起方发现有一大堆温仔鱼在鱼类的尸体红冲起伫海岸，民众看到是拢错一个，但是有的人阁想要捡较完整的鱼，想要再当去厝食。
北海道当地媒体讲，在洪冲起来海边仔的鱼群总重是超过600吨。韩国市政府对初9到11动员人力来做回收和分化，但是3天敢若会当处理差不多90吨尔。烦恼讲鱼的尸体长时间安尼拍会真臭。对12开始是委托营建业者使用重型机具，暗算逐天会当处理40吨。费用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当向中央申请补助70%到95%。当地水产专家讲，鱼群的尸体会互冲起来河边，其实是有当时都会发生，算是正常的现象。この時期、イワシなんかは、北海道周辺から本州方面に向かって南下する時期に当たってまして、その群れの一部が打ち上げら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どんな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かなっていう部分は、魚群がなんか大きな魚に追いかけられて疲弊してしまって、波で打ち寄せられたであるとか、あと、その魚群が移動している最中に冷たい水海ですね。その中に入ってしまって動けなくなって打ち上げられた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が这个事件嘛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英国每日邮报甚至用看起来真恐怖的标题写讲，在日本开始排放福岛核电厂处理过污染水了后的3个月，就出现几千吨的死鱼互冲起的海岸，社群网络佮大量流传这消息。对这北海道当地政府和民间是真不满。日本农水省水产厅和水产专家讲，福岛和函馆是隔真远，另外辐射污染水造成鱼群大量死亡的讲法，完全是无科学根据的。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年前就把比特币列作是法定货币，明年搁要再推出比特币借款，不过超过70%的民众认为比特币对改善家庭经济是无帮助的。阿根廷目前是遇到60年来上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上改新的政策会害当地货币落54%，因也希望讲会当甲国家的经济重新洗牌。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002年起，把比特币定做合法的货币之一。是全球头一摆有国家把比特币看作是正式货币。政府又宣布，要在2024年头一季发行全球头一档比特币借款，收益用在兴建比特币市，是作为在该国东部用火山来供应能源的城市。Bringing them kind of into the digital world. They're able to now make online payments. They're able to send money back and forth to family members, even hundreds of miles away, and they're able to do all this with very low or almost non-existent fees. 萨尔瓦多有20%的人口是长期住在国外甲工作，而且大多数是在美国。所以讲，该国对2002年开始，把美金定做合法货币，减少海外汇款的成本。现任总统布格雷是希望经由比特币为当地70%无银行户头的人来提供金融服务。尽管受到不少投资人的支持，不过法新社却是指出，超过70%的民众认为，这做法对改善家庭经济根本就无帮助。En el futuro creeremos que con esta implementación que el gobierno va a hacer de utilizarla en el país, va a subir su valor y entonces eso va a generar mayores ganancias. Pero esa es una estafa que viene, es un robo. No, a mí eso no me gusta. A mí me gusta ir a comprar con billetes, no es que me den paja. 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是推出休克疗法来救经济。该国即阵年通货膨胀率是140%，产价比率达到40%。新任经济部长宣布会大幅变大阿根廷比索50%以上，对391比索提悬到800比索兑换1美金，同时减少能源甲交通的补助。尽管手段真激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是表达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样政策对阿根廷经济恢复稳定有帮助。公司新闻牛眼编译。英国的齿科医生是真欠，目前有1200万人在等待健保提供较俗的医疗服务，是因为私人诊所费用一般人是开不起。真侪英国人呢是愿意买飞机机票出国看喙齿，甚至飞去土耳其，也拢感觉讲这介绍真会好。英国英国现在有人出国做医美，即卖连看齿科嘛流行去外国。一个55岁为英格兰东部来的帕克斯，最近就去土耳其的医术探保种喙齿。I am having one extraction and 2 dental implants done. The cost is approximately, well, it's less than 1/5 of the co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My dentist in the UK quoted £5,000 for 2 dental implants, and here in Istanbul, for 2 dental implants and 1 extraction, it's £923. So much cheaper. 是安怎看喙齿就要出国？英国的民众其实是高不离众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国健保体系资金欠缺，加在提供健保给付的齿科根本是了钱伫甲民众看喙齿，致使愈来愈侪齿科医师主动离职，齿科嘛愈来愈欠人。 But sadly, with the rise of inflation and various costs of delivering the service, the NHS fees now for the treatment do not cover the costs of actually delivering the care. So many of my colleagues are actually delivering care at a loss. 目前英国的民众想要去公立病院看喙齿，就要等1、2年，若无就要去贵33的私人诊所，若无想要开冤枉钱，若无愿意排队的人，就会选择去土耳其、匈牙利、加罗马尼亚等等的国家去看喙齿。以帕克斯做例。 伊去医师担保，毋若省8成看喙齿的费用，还佫会当顺续去观光，互伊感觉真爽的好。I was very happy. Any misgivings, any nervousness that I had disappeared, and within an hour of having the numbing injections, the treatment was done. 英国齿科协会估计，目前排队要看健保齿科的患者有1200万人。 选择出国看喙齿的人数当咧加悬。以帕克斯去的医师担保齿科诊所做例，去年英国的患者有200个人，今年已经增加到500个人。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 大选前一天的选前之夜是1月17日，总统府头前的凯道路权，即届是去互民众党抢掉。也若找到11的路权呢，是民进党保区。即国民党抢无到，将有可能伫邦桥体育馆举办选前之夜。也若民进党呢，有可能伫咧中央党部头前举办。虽然民众党去抢到12这天，也若准一天要来大台是有困难的，也当咧想其他方案。 发表演说，对较早以来大选的选情之夜，总统府头前的凯道拢是各党一定会抢的所在。13透早去网路开始抢，结果民众党摕到1月12的路权，民进党是包1月初9到11的凯道，国民党是拢无抢到。已经74岁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佮连续几暝特别去网路咖啡厅，但毕竟嘛是比苏北人。因为没有去过网咖嘛，那去的时候觉得蛮好奇的，个个都是好手在那边嘛。那我们同仁进去。 就是觉得我们的速度比较慢，等到我们把那些所有的表格格式都弄好了，点进去的时候，可能都差半秒钟或0点几秒钟，那我们就被抢走了。我们目前场地还在确认当中，那我们会再询问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选前之夜的规划，我们后续整个竞选团队也会再做妥善的规划跟安排。1月12选前之夜，目前照各党的规划，民进党暗算伫凯道，备案搁伫北门头前。民进党第一选择是台北市，有可能照往例伫中央党部头前举办。国民党是抢到邦桥第一体育场，选前回红新北。不过虽然民进党是抢到12个凯道，但是前3天拢是民进党包落来，舞台布置的时间有可能无够，出现难题。所以从进场到撤场只有1天，那么光是搭设舞台，可能就要去掉半天的时间。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选举的策略，也就是在选前之夜，我们的整个的场子可能会跟蓝绿两党非常的不一样。民进党讲目前会先思考安怎伫遮尔短的时间内，甲舞台搭好，得到上好的效果。只是连口说讲因照着凯道颠倒互看到因的缺点，但伫韩讲唱书人就等因偌好个，一般的人是真歹认同，好有支持者徛出来，甲凯道是踢头满。记者综合报道。如果再传出这全国里长校友期后援会成员，也就是中华糖友里里长何吉生，好亲像接受中国交代，当咧互检方调查。校友期今仔表示尊重司法，也若民众党的吴欣盈也回应财产性申报争议，伊表示讲，抑搁伫咧整理会照规定办理。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接见日本新任驻台代表，希望加强双方合作，守护印太地区和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透早到澎湖造势，为党籍地位候选人徛台友好。下晡要去高雄启动全台车队造机积极陆战。不过，中华河北镇糖友里长何吉成疑似因为带团去中国接受招待，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渗透法，昨日暗时无报请回。
因为伊是全国里长校员会人员。立宪批评是继续选举，侯友宜亲身反驳：司法要勿忘勿重，把事情理清楚。但是，民进党，请不要对我做不正当的连结，这是一个操控。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结束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行程，13透早回国，到立法院主持会议。对财产申报登记，伊表示要在政治当中会依照规定办理，要声险积极。伊的有志人形象看起来对少年人产生寡票效应，影响民众党的选情。伊是用总统蔡英文来激励。蔡英文总统他的家世背景也非常好。那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说，因为他的家世背景而对他对台湾想做的改变，对台湾想服务的热忱，而得到任何的质疑。谢谢你们。台日共同合作之下，不仅仅是两国人民友情更好，经济创造双赢，我们也能够共同携手合作，在印太的和平稳定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3无竞选活动，以副总统身份接见新任日本驻台代表，希望台日应加强合作交流，守护印太区域和平。最近有文宣指出，赖清德捌帮助性侵犯开记者会爱国杯，赖清德竞选办公室严正反驳，因为是恶质抹污，已经正式报警，绝对袂安尼就准拄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再宣布第2批会当销对中国的往来食客名单，不过却也传出讲头1批有43档外往来食客有一货柜件着孤神，着爱退货，这台当关系呼吁中央着爱赶紧斗3天。但是农业部表示讲，迄当时有检查无问题才发证书的，是中国拢无甲这检查的规定规范讲清楚，呼吁中国着爱拼命才是。工作人员提喷枪，详细喷枪器避免害虫掉伫顶面。中国禁止输入台东的往来食客，地方强化管理，努力来改善吃货加包装的流程，减少虫害。严过顶个月首发恢复销往中国的43.3栋，确实传出一个货柜，互中国抽检有害虫互体温。台东县政府讲，这间包装厂先停款10天，严过也发为中央，应该最好出关进行检验，若有害虫无用出口。在品质检验的部分，的确在国内是要中央防检署的协助。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部分协助县政府和农民。放行出口的防检署强调，因为中国无提供新的检疫的规范，所以讲依照各级方法取样检疫，确定无白骨新价有害生物。选取一定的箱数之后，在箱子里面的果实，我们都会做全数的检查。那确认没有介壳虫这些有害生物之后，我们才会发输出植物检疫证明书。为了重新启动中国市场，台东县政府积极辅导农民甲包装厂来除虫，到底是倒位无检查到，或者讲保护果实的蔬果网有当时也遇到虫卵也是虫仔囝。那在进入包装厂的清洁区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把它换成一个新的。不过，防检署到即阵也未知道中国方面无合格通报，也难以具体来应用。农业署也讲有继续研发新的技术来防治这个害虫。已经研发出来2台。这个用洗选的，或者是用把它罩住，用玻璃罩起来，让这些虫不会再飞散。用这种方式来让它的安全度能够达到99%以上。真无简单，重新恢复终端这边2年的贸易，拍头阵的头1批，佫被检出这个旧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后续输入也有待观察。防检署也佫再呼吁中国方面赶紧提供检疫的规范，经由2方的平台来讨论。另外一方面，农业署又要继续推动往来食客的加工，新研发的产品会伫便利超商来卖。署长吴中一讲，受到风台影响，往来食客减产4成，今年生产伤多，村内现象可能成因讲是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绿线要做到大坑，还有彰化。台中市政府甲可行性评估送中央，行政院说是拢无核定。交通部长王国材今去到台中考察，也呼吁这捷运要起，就要赶紧甲车站要设置的倒位定出来，才会当量早核定。但是台中和彰化这2个地方政府拢表示，路线地点早就确定啊，而且送中央审查。交通部长王国材13去台中参加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考察，那立立委甲台中市副市长王耀敏拢去现场。不过为着延伸捷运绿线的问题，证人是冤家路济。
对了，现在在他桌上，现在他会。各方拢坚持家己的意见，争议就伫咧台中捷运绿线，下位目前的路线，向北边延伸到大坑，向南边延伸到彰化。若延伸去大坑这段2.49公里，路线甲站点拢已经确定。不过延伸到彰化这段6.59公里，中央认为可行性的评估应该一概核定。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卡伫的中东都市计划也未完成，地属路线甲站点拢还未确定。像我们送出去当时就是说希望这里赶快确定了只是说这个考太久了，因为都市计划不走我们在路线被坑对，觉得你们跟后面也要彰化县也要确定一下它时程，因为你众人如果在中规之前他也还没办法搞定那不得了，那你要施工也会被他延误掉。我国在受访的过程当中，台中市副市长王耀敏也佫举海报，甲中央呛声。台中市府强调讲，甲彰化县府讨论了后，对路线甲站点有共识，可行性评估嘛经过交通部审查通过。不过，从2020年到今年7月，3届送审行政院煞去互退，第4届交大嘛也无结论，批评根本是咧刁难。问题都不在地方，问题其实是在行政院没有尽速核定，因为从109年连交通部自己都已经送了，都觉得可以的东西，是行政院一直在卡。彰化县府表示，王国材应该是舞唔对去，因为今年4月，县长王惠美带队拜访行政院，迄当阵杨建树已经表示，都市计划甲捷运的延伸案会当分开来规划。所以相关的补充资料已经伫7月透过台中市府做伙送到审查，袂阁受到中东都市计划案的限制，希望行政院赶紧核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轻铁拍算伫咧明年元旦要来试营运通车，即马也当咧做上尾测试。今日交通部含立委呢头一摆试坐轻铁来视察工程，目前市政府已经向中央申请复勘，若准通过就当摕到这营运许可证，并明年1月开放通车。高雄轻铁豆豆驶入大顺路后厂路段，200多张的大树甲轻铁列车甲画面实在真水。交通部官员甲立委13落南来视察高雄轻铁，因为爱河之心即站出发到科公馆站来落车，主要是试坐轻铁，看驶入后厂路段敢有顺，佮有运行的状况等。这路段顶礼拜初勘已经通过，剩交通部的理勘，看敢有啥物所在佮需要改进。初勘了，就是咱即摆已经报咱交通部来办旅勘，旅勘的部分就是经过所有的专家学者来帮咱做一个检视，那感觉 OK， 然后无什么需要改善的部分，就会当核发咱的这营运许可予咱。因应大顺路甲自由路口当咧进行轻铁工程，交通局嘛伫即路段有规划，除了开放部分路段会当倒弯，佮有一寡标志标示部分，望即个月底会当完工，那顺利摕到营运许可证，明年1月就会当通车。刚才呢，有些路口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配合这个开放部分的左转那解决一些 local 交通的车流那这些相关的设施号志、标志、标线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在今年的12月23号都把它努力完成。这运桥按说明年1月轻铁通车，到时开放车票免费，只要民众伫2月25进前来高雄坐轻铁，专线都有当坐免钱。记者钟友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伫咧彰化，搁再传出有水路货车撞死的事件。昨暗头仔呢，有一个民众赛车经过彰化市东外宽路时阵，数一只水路熊熊冲出来，互伊撞到，而且撞死啊！这路段今年已经有3只路互撞死。这农业处表示讲，会赶紧来解释。驾驶赛车驶落行，甲后前车嘛有保持距离，不过安全岛熊熊一只大水鹿撞出来，驾驶袂负反应，直接撞落去，互伊踹一条。反应都来不及，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下次是骑脚踏车的，还是骑机车的比较危险。因为拢伤过大力，这只大水鹿当场死亡。代志发生伫咧12月12暗头6点迄卡刀，地点伫咧彰化市东外环，也就是第74高线落南的路段。警察接到通知，随去处理，加载无牵连到别人。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受伤，那本所警力立即将水路移至路旁，避免影响行车安全。
这站甲水路拢是事件，是这个路段今年的第3站。另外嘛有未少水路接近邻家厝，也是甲民众近距离接触的状况。彰化县府农业处表示，八卦山这带花坛、田中甲丽水，拢是水路接出现的所在，而且水路的数量是愈来愈多。如果那是原生种的水路，就是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类的保护，它的那个保护强度会比较高。如果是经济动物溢出的话，我们还是以就是兼顾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彰化县农业处表示，因为这水路红定义做经济动物外溢，即卖经伫内区路段设警示甲标示，并且评估设围篱啊。那准讲数量伤过头济，会看状况来猎捕，避免弄死动物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彰化报道。2年前，有一个无牌的柔道教练，甲一个查甫囡仔涉事，落被体育署建立教练的证照查询网站。不过，也有立委和民间团体就在批评，讲这个网站只是一个空壳尔。因发现讲教练犯罪后判刑，证照被撤销，那阵还有其他张的证照，也是会当来继续教学生，避免接触学生的问题，同款无解决掉。我们对于一个性侵惯犯，居然不是这些体育学会，居然不是把他停权，而是把他视为嘉宾，让他去担任总召集人。已经判决确定的性侵累犯，竟然不是永远停权，颠倒是继续开武术馆，担任协会的重要职务，搁伫别个协会的活动做嘉宾。踢拳道协会的会员林小姐真生气讲，为什么这款教练阁会当顾着伊安尼乱踅？因若去体育署的教练证照系统，甚至是阁查得到这个教练的名。教练还有暴力的问题，其他不适任的状况没有被处理。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制度，就是让性侵的教练继续留在这个你们的查询资料库里面。林本指出，教练证照查询系统无法度知影教练是毋是有遵守职业伦理，敢无专业的知识。系统内底嘛有教练明明已经向协会撤销证照，所以因为有其他协会的教练证照，所以会当继续接触理小运动员。系统的对接是真明显有问题。2018年，桃园某国中黄姓棒球教练性侵，长期不当处罚而上。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篮球、健美、跆拳道。教练证照的撤销跟通报制度，我们会来加强落实。好，那最主要可能就是勾稽的部分，好，还有这个他们在处理的进度的部分，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加强协会来，然后进一步落实。体育署强调，会请协会全面清查。卖加强监督协会敢有处理甲通报。不过立委表示，有真侪有问题的教练，也是伫咧教育现场，就要建立真正无责任教练制度，互因无法度搁接触到囡仔。记者台北报道。为了要保障有心的外籍工作者相关的法律咨询甲协助，彰化县政府设置中部为一个外国人生育咨询服务中心，提供移工头家抑有中人咨询生育的劳动权益等因国家相关的法令问题。Apa kabar? Ada apa yang bisa dibantu? 用冷冻的印尼话接电话，这是外国人生育咨询服务中心，提供有心的移工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林雅世表示，移工若发现有心，大部分第一时间会唔敢讲。设服务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各方面的咨询服务，减少劳资争议，嘛保障移工的权益。那你透过中介，来跟一些雇主来联系，告诉这个情形，那如何说让双方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雇主也可以再请到一个新的人选，然后让这个外劳买当顺利生了，这个来找新的雇主。根据监察院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到2021年，计共有15648位女性移工领生育给付。这几档移工有新的议题已经开始出现。目前，桃园、高雄拢有设外国人生育咨询服务中心，彰化县嘛是中部地区目前唯一有成立咨询中心的县市。咱这个中心，咱服务的地区有包括咱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会使咧讲是伫中部地区唯一一个甲外国人生囝有关系的一个服务的中心。中华关劳工处表示，伫台湾做事的劳工，不管本国籍也是外国籍，拢有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保障，依法拢有产检假、产假的权利。这个中心除了提供资讯以外，中心内底嘛有12座眠床，提供有薪或者是生煞外籍移工有所在大加短期的生活协助。目前已经有2个人申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2月25是耶诞节，伫新竹有保基社团特别举办台语的耶诞活动，用台语唱讲这个耶诞节的故事，也教囡仔唱台语的耶诞歌。缀音乐跳舞，用台语唱圣诞歌，旋律真熟悉。用台语来唱，嘛真斗大。圣诞老阿公有全世界上赞的6只驯鹿。这个时阵，伊发现讲啊，伊摕唔到袋啊啦，伊摕到装底衫甲底内裤的袋啊。老师佮用台语来讲圣诞节的故事，囡仔愈听是愈深刻。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讲，用这款的方式来互囡仔学台语，实在介趣味。袂歹啊，介趣味啊，就是会当用台语嘛，会当去熟悉各国的文化，各种的物件拢会当安尼，足好耍的啦。有家长讲，其实学台语对囡仔来讲一点仔拢无困难，只要伫生活中较常讲，囡仔咧学其实真紧。困难的所在，囡仔无啦，大人有啦。大人会想讲，伊即摆甲你问这，你则袂晓讲一寡专有名词，你袂晓讲的时，你就可能爱去手机爱去查看卖啊，是啥呢？圣诞节呢，虽然是西洋的迄个节日，啊，毋过我嘛会使用台湾的方式来过。啊，阮有介绍讲，比如讲圣诞节有圣诞树啊、圣诞老阿公、圣诞老阿祖，啊，佫有圣诞的驯鹿、雪人。台语其实是阮的母语，吼，母语就是阿母的喙齿，阿母的喙齿爱用讲的方式，甲大家安尼传落去。而且阮爱用台语教囝，因为台语是台湾的根。圣诞节充满欢乐的气氛，互囡仔真介意。新竹保基社团特别举办台语圣诞活动，佮专工准备圣诞礼物，有 DIY 做圣诞玻璃球啊做礼物。在快乐的气氛当中，互囡仔哪耍哪讲，做着母语，毋那是紧，嘛是生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2023亚洲影艺创意大奖，公共电视导演关金源以探讨海洋保护的纪录片《海之花》，摕到非剧情类的最佳导演奖。这是台湾头一届有导演摕到这个奖项。这个纪录片结合真侪舞者同齐做电影，亲身去到咱所了解海花遇到什么款的危机和迫害，用集体表演和环境对话，这个创新的表演形态真野目，也受到国际评审的肯定。Japan, Best Direction for Nonfiction, Taiwan. 台湾公共电视的导演关金源，在2023年亚洲影艺创意大奖当中，以纪录片《海之花》摕到非剧情类最佳导演奖。《海之花》这部纪录片对新北淡水翕到台东蓝田，计将10大的海花记录无共海口所拄到的种种威胁，包括工程开发、工业区污染、过度游乐等等，这嘛是头一届有台湾的导演摕到这个奖。感谢评审跟主办单位，让岛屿国家共同面临的海岸问题被看见。那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有智慧，共同解决海岸的问题。谢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非剧情类最佳导演奖竞争真激烈，关金源的竞争对手有侪知名导演，包括韩国导演张浩基、澳洲导演 Rachel Perkins 等等。关金源导演表示，这部纪录片《海之花》摄影团队和侪舞者同齐做电影，亲身去了解感受台湾的海花，用舞蹈、集体表演和环境对话，这和英国的纪录片真无共款。关金源表示，创新嘛是纪录片的趋势。大家拢有一直咧思考讲，过来下一步是要安怎去表现，要安怎甲迄个新的少年人来沟通。国际上嘛是共款，伊一直拢用2种迄个角度咧看纪录片，一个是你的观点，你有新的观点无？第二就是你有创新的形式无？所以咱若要伫台湾，还是要甲国际交流，就是爱有
拽迄个新的形式甲创意伫内底。郭警官导演用影像记录台湾的环境变迁已经有30多年，《海之花》是伊第33部纪录片。台湾的自然环境伫遮侪年中间拄当侪危机和破坏，伊拢用镜头甲记录落来。这30多年，伊关心的代志拢同款，不过伊也强调，无共时代爱用无共的方式和外界沟通。伊嘛相信，只要继续讲落去，咱就有机会会当改变现状。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美国历史巴黎奥运过200多天就要举行啊，去遐的选手甲观光客要食啥物呢？这巴黎奥委会拜二先公布一部分的菜单，上介大的特色就是有6成是无肉的，若无负担，过当减少碳卡热。汉堡内底包的毋是肉饼，而是麦仔做啊，饼也有内麦青菜沙拉，食起来真清新无负担。巴黎奥运组委会昨日公开明年奥运期间部分的菜单，其中上大特色是会有6成的菜是素食。C'est végétal, c'est très bon pour tout ce qui est leur équilibre, pour la santé aussi. Et c'est léger aussi pour tout ce qui est le sport. Voilà, c'est pas quelque chose de lourd et ça peut intégrer le menu des sportifs. 推出这个素食的菜，若是要互选手甲观众食甲无负担，也是因为素食料理加这个肉类来比较，碳排放是较少。It's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the people who will be engaged in Paris 2024 that it's a collective duty now to change our habits and definitely to reduce our carbon footprint. 提倡食素食料理以外，菜单顶面8成左右料理也会采用法国当地农产品制成。预计奥会期间提供大约1300万份的菜。公视新闻市婉玲编译。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